Hello，日日塔羅歡迎你啊！最近煩心嘅事一籮籮，處理緊 A，又出現咗 B，似乎咩都關你事，咩都要你去應對，有種不如全部都放棄，唔好去搞嘅感覺啊！水晶卡嘅孔雀石話：原諒放下，同過去嘅自己去告別，原諒未能原諒嘅。等自己可以恢復真正嘅自由，呢個咩都要攬上身嘅自己，到底係出於責任定係恐懼呢？你有冇因為害怕做唔好人哋嘅指示，就逼自己乜嘢都要盡力去做？自由嘅控制權對你嚟講，似乎已經落咗喺其他人度啦。水晶卡嘅紫利雲母話：打破現狀，嘗試去做一啲同過去唔一樣嘅事同埋回應，令到自己可以得到突破同埋成長。唔係否定緊你過去同依家嘅付出，不過你要知道，你亦都有權利去嘗試唔一樣嘅選擇㗎。平時一直 say yes 嘅，今日不如試下 say no 啊！或者新嘅可能性就因為你願意選擇改變而俾你打開，邁進全新嘅狀態啦！祝福你一切順利啊！